記錄我炒股環遊世界。今日去咗墨西哥，嚟到傳說中嘅毒梟城，一到酒店附近就聽到槍聲。我對墨西哥呢個國家其實有少少恐懼，但同時又充滿好奇。行喺墨西哥嘅街頭，周圍都係骷髏同埋鮮花，由萬壽菊組成嘅橙色花海，可以睇得出對墨西哥人嚟講，死亡唔係黑色嘅，而係彩色嘅。以前喺醫院做嘢，我睇過太多生命嘅倒計時。嗰陣時我就喺度諗，如果人生得一次，我係咪仲要繼續被困喺白色嘅房入邊呢？於是我選擇咗投資交易，唔係因為貪財，而係因為投資令到我買翻最貴嘅嘢——時間。就好似而家我喺地球嘅另一邊，一邊睇住股市上落，一邊感受住墨西哥嘅熱烈。投資最大嘅魅力唔係 account 上面嘅數字，而係佢俾咗你機會隨時停低去欣賞呢個世界，欣賞墨西哥獨有嘅亡靈節。古代嘅憲制、殖民嘅衝突、現代嘅混亂，呢啲就係墨西哥。呢啲就係留喺公司 office 永遠都唔會發掘到嘅市值。如果你都想揾翻屬於自己嘅生活權利，留言墨西哥城，我會 send 俾你港美股選股教學，幫你慢慢建立屬於你嘅生活自由。